九巴又有2部最新英國製電動巴士投入服務，其中一部於尋日行走1A 路線，吸引大量巴士迷拍攝。新英國製電巴首航當日，九巴派出其中一部巴士行走1A。有人拍攝行車紀錄片。收樓有冇1A啊？1A啊，嗰度嗰隻嘢咯，呢隻啊，就講林水呢隻。當巴士到達拉魯臣街時，下層有乘客發生爭執。唔係㗎，你唔大聲聽唔到㗎嘛，咪淨係咧分相㗎嘛。話俾你聽，細聲啲啦！你老母！你老母！話飯啫。最終2位乘客於富豪東方酒店落車。巴士到達中秀茂坪總站嘅時候，一名巴士迷攞住長鏡衝出馬路影相。哇！喂，司機停咗，行出馬路嘅喂。最終巴士做咗1轉1A 來回之後，就收車返廠。巴鐵新聞台記者 YT907 Studio 報導。